国家人权委员会甲民间团体举办论坛，针对18岁公民权、和儿童权利公约安怎落实等等的问题来进行讨论。儿童权利公约 CRC 的审查会议伫18号结束，也发布72点结论性意见。回顾2017年的 CRC 审查，计共留下98条结论性意见。民间团体认为，到今也有一寡问题无改善，亲像儿童安置机制等等。民间团体认为，为了落实 CRC 修法，改变社会风气，拢是重点。我们社会如果对于孩子尊重孩子的尊严权这一块都没有去思考的话，那你即便法修过来，这些东西人的本质上观念上没有改变的话，还是没有办法解决。19国家人权委员会甲民间团体举办 CRC 国际审查会后论坛，11月26就要进行18岁公民权修宪案复决，现场也针对儿少公民权甲社会参与进行讨论。他可以承担刑法、民法的一些责任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是让他可以去选择他未来要过的生活？比如说居住正义、托育政策里边，你如果事实上是他没有参与进来的话，他以后有可能想要结婚生子吗？因为这托育政策也不是会是他要的。Someone say, how come that actually elderly people, for example, if someone is 90, why would he or she have better perception of reality than someone who is 16? 很多学生啊，其实在参与的过程之中，他们都学习到怎么跟政治团体、跟社会进行接触，所以就是在这段倡议期间，他已经为学生跟青年参政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。民间团体也对18审查会议青少年勇敢徛上台的行为感觉感动。那针对今年的72项结论性意见，民间团体认为，亲像囡仔港保护措施、儿童身心虐待事件的认定机制、自杀甲交通问题致使囡仔伤亡，还有申诉机制囡仔敢有咧使用等等，拢是要加强关心的重点。记者郭富坤、张水台北报道。